华视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社会大众真瞩目的同婚法的草案正式来出炉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暝找立委协商了后，甲专法的名号甲真中性，下做司法院释字第78号解释施行法。未来同性伴侣同啊结婚、同啊继承，嘛同啊收养囡仔。行政院版本的草案将会送到立法院来审议。苏贞昌嘛，伫个面册铺影片，向挺同婚甲反同婚两边的团体来发话，希望大家拢会当放下成见。行政院将提出之专法草案的名称，就叫《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》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向外界宣告，将对同性婚姻草案定出一个中性名称。无论你是同性恋或异性恋，我们都同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，都处于同一个天地之间，我们都是同一国的。民主标题嘛以加向一个互相尊重、彼此友善的国家为题，名称撇开同性甲婚姻，和正反双方拢愿意，会采释字号为名，是立委关佩玲出来注意。我就提出来建议说，那可以干脆就用这样的名称啦。所以后来也证实说，党内的高层会议其实就已经有讨论过这个名称。伫名称定来了后，草案的重点未来同性伴侣会使结婚、继承甲继亲收养，比照以性恋婚姻的相关规定，5月20日起实施，法案后续送立法院审议。当然期待，但是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未来。先把这一步踏出去，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步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走正道，如果走世制的话，那是旁门左道的这个做法。只是持无共意见的不止伫党外，民进党内部矛分专法派、民法派。草案送入立法院了后，嘛拍算开放自由投票，互争议袂阁再被放大。